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拄拄仔所读的经节了后有一句本周的金句，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着家己信来正信，因为我是神。你也毋通用伫地上得白的米来拍南山家己，来拍拉山家己。伫即个圣经节的内底讲起的是耶和华上帝是神。 所以，伫咱所做一切的面顶悬，咱必须爱匹配伫咱所敬拜的上帝。所以，咱不只是来到伫上帝面前来学乐、来敬拜，咱内心嘛爱备办咱家己，甚至是伫悔改、伫认罪、伫洁净家己的心神了后，咱才来到伫上帝面前。即个圣经节记载伫利未记顶悬。 伊也搁一摆去提醒以色列百姓怎样伫因旷野或是后来因入去到迦南地以后，怎样爱保守因家己的心神意。也因为安尼，所以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伫约翰福音第3章的时，咱所读到，这是已经第2摆来读即个圣经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伫 犹太人的官，即个官真特别。即个官来找耶稣的时，是日时还是暗时？暗时，可能伊有伊的压力，所以伊伫迄个中间暗时来找耶稣。伫迄个中间，伊也搁一摆去讲起耶稣，伊讲，若毋是上帝甲伊伫地，就无人会当行你所行遮的事。 所以，即个尼哥底母，伊伫即个所在，伊大声认同耶稣伊是上帝。若毋是耶稣有上帝甲伊三甲伫地，若毋是有上帝甲伊做伙做遮个事，伊遮个事袂成。但是伫即个中间，耶稣嘛甲伊应讲：你伫即个所在，你着爱定头先，你才会当看见上帝的国。 所以，即个尼哥底母伫即个中间是安怎经即种的时间来找耶稣，检采伫伊的心内有冲突，检采伊的心内有真济伊所想，但是伊感觉太无啥着。检采伫伊心内所想的物件，会想讲我着已经照着头拄仔即个圣经节讲起的，我已经用我家己来信来正信。 因为已经伫即个所在用律法来固守我家己的行为，固守我家己所讲的话，是安怎我还阁无法度去看见伫圣经中所记载迄个上帝的讲。我想伫即个所在，假使咱若问起讲人生要阁来一摆，到底是要安怎阁来一摆？有可能是因为咱人生伫过去有无共款的选择。 但是咱选着一条路，有另外一条路安怎无法度去行？假使咱面前有2条路，咱只会当选一条路。有可能选着一条路，伫济年了后，转回想讲，假使我迄阵若是选另外一条路，毋知会是啥物款的情景。所以假使若会当定来，我嘛想要试看觅，迄条路毋知安怎，行了是啥物滋味。 但是嘛，有可能人生想要定来，是因为过去我抱着一种的想法甲态度，然后伫我所行的路顶悬，互我感觉即种的结果毋是我爱的。有可能伫所行的路顶悬，去想着讲我迄阵若用一个无共款的想法、一个观念、一个态度来处理共款的代志的时， 是毋是我现在的结果会阁无共款？第3种有可能想要人生定来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迄阵袂晓想我迄阵就是因为袂晓想所以伤早放弃。因为我袂晓想，所以我毋知影要坚持。因为我袂晓想，所以我毋知影要阁做阁较好的选择。 因为我袂晓想，所以我毋知影迄阵人对我讲的是好。伫昨石盘团契聚会，我听到一个上界趣味的譬喻，
讲啥物袂晓想，讲啊，着毋莫翕相，足袂爱翕相的，所以因打假啊打官，打假。你问我？嘿，打假啦。打假哦，嘿，足实的哦，我虽然，我你足熟悉。我到今哦，分袂清楚打假甲打官是是对一个。啊，拜六的时哦，有讲起讲，因大家甲伊讲哦，你实在是一个真好的新妇啦。啊，但是哦，啊啦，袂晓想哦。结果原来发生的就是哦，人要找伊翕相，伊拢无爱啦。啊，一个面吼，啊，就足臭的，啊，就走啊。迄讲伊做新娘呢，人想要甲伊翕相，伊拢无爱呢。我听一个，我转想着讲，我结婚的时其实嘛差无偌济。迄阵要食茶，迄阵要食茶，迄个新娘是爱去食茶。是啊，迄是结婚了。结婚嘿，啊，着结婚了吼，啊，过要捧茶，要食茶，我拢共讲，逐项拢毋免。我想有时，咱伫人生所行的路顶悬，咱家己所想的，甲咱想爱的结果，有时啊无啥共款。所以咱检测有可能期待讲，假使我的人生来当重来，我是毋是会当搁找到一条搁较有可能性的路？我是毋是会当找到一条，互我的感受无共款的路？我是毋是会当搁重新选择，会当互我的心搁较快乐的路？尼哥底母伫即个中间，伊上界关心的是，伊来问耶稣，伊上界关心的是，伊要安怎才会当见到上帝？是安怎伫法利赛人遮尔认真咧遵守律法？法利赛人伫即个中间已经遮认真咧守安息日。是安怎伫迄个中间，犹阁无法度互伊看见上帝国？因为迄阵的法利赛人，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因看到的是啥物货的国？因只有看到罗马帝国。是安怎？阮拢已经安尼，上帝啊，对你要求遮济。是安怎？阮已经有遮尔虔诚的心，咧守节、守律法、守安息日。然后伫迄个中间，犹阁互阮拄着遮尔困难、遮尔济重担，到底要安怎才会当互我亲像进入上帝国？就是用较白话来讲，就是要安怎互我伫地面上会当得到我伫人生内底所想要得到的快乐。有真侪时，咱无法度伫迄个中间一进来。讲真，是安怎咱无法度来找到咱家己人生的快乐。但是假使若看遮个法利赛人，遮个法利赛人事实上，伊伫以色列，也是伫犹太人的中间，因徛伫一个真悬道德的所在，因徛伫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所以因会当用道德来解说真侪物件，甚至会当来决定真侪人的生死。用道德就会当来决定人的生死。伫伊宗教上，法利赛人有知识，因是足有读册，然后遮个人嘛足愿意身体力行，因遵守律法一切的规定。总是因所有的问题是，因想讲安尼做，就会当成做一个无罪人。意思就是，伊用遵守律法来互家己成做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当伊看家己是完全的，伊就看别人是有罪的。信仰无法度互法利赛人的心搁较宽，反倒伫即个中间，互法利赛人愈钻愈深。原来伊是一个徛伫道德至观点的，原来伊是一个互人非常会当得到尊敬的。原来遮个人伊是会当有一个真好的身份，假使伊若愿意去听人的时，世界因所徛起的世界完全无共款，总是因的心，互因家己反倒伫遵守律法的中间，互因看见有真侪物件，因是哪做哪切。意思就是，
钻牛角尖。所以，因伫钻牛角尖的中间，心敢会快乐，真困难。因伫钻牛角尖的中间，互家己的路哪行哪会。伊伫钻牛角尖的中间，最后真侪法利赛人，伊只想要找耶稣，伊无够野，毋对无好的所在，然后伫迄个中间甲伊攻击。当法利赛人安尼做，到最后因敢有成功？有，遮个法利赛人有成功，因为最后因不止伫一礼拜中间，伊会当互人伫要欢迎用和散那欢迎耶稣入城的气氛的中间，伫一礼拜后变做定义十字架。我想有真侪时，咱伫即个中间，咱也嘛咧敲吹，到底安怎做，咱才会当得到咱心情的快乐，咱才会当伫咱世间的日子，互咱看见，咱怎样做，咱才会当会欢喜。对着尼哥底母伫即个中间，伊的想法，耶稣提出伊的答案是啥物？敢有人会记得？咱所读的经节内底，耶稣讲起2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第3节内底。第一个是伫第3节内底有一个顶头先，若是华语讲叫做啥物？重生。你怎么样能够重生？耶稣的第2个答案，第2个答案是伫14节甲15节内底，伊讲起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耶稣和尼哥底母，耶稣给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的官，告诉他说：你要做2件事情，你才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重新得着那样的快乐，你才能去改变你原来你的心所受限制。啥物会是顶头先？顶头先重生，假使若是伫信用顶悬，在我们的教会信仰当中，我们讲的就是什么？是受洗。受洗的意思是在过去所做的事上悔改，并且重新开始。在过去所做的事上悔改，并且重新开始。那请问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是什么意思？转向。悔改的意思是转向。我原本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到这个时候我要转向，改变我原来的想法，让原来的想法得到修正，让所走的方向、所走的路得到修正。所以在修正之后得到的结果会开始不一样。所以你这个中间讲起观念、价值、想法、目标、习惯、优先顺序，甚至是自己的心理、生理还有信仰上能够重新来过。这样的重新来过其实并不容易，这样的重新来过其实让人有的时候会很困惑。我会记得我以前我用的是Microsoft 的作业系统，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用那个 Microsoft 的作业系统用得很生气，因为我要花很多时间在整理硬碟，我要花时间，要花耐心去等待，因为装了防毒软体，电脑有的时候会变慢。我要花很多的心思在我的电脑上面有没有被病毒攻击，或者是要去整理我的电脑，要去注意看看我的记忆体有没有被占据，免得我的电脑越跑越慢。一直到有一天，真的很生气，而且常常宕机，常常重开机，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换了一台电脑。请问我换了什么电脑？
我换了一台 Apple 的电脑。所以我换了一台 Apple 的电脑之后，从此我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我换了 Apple 的电脑以后，结果是什么？我不会用。换了一台 Apple 的电脑，电脑好不好？好啊，哦，很少不需要关机哦，因为 Apple 的电脑就自己就很容易启动，不需要防毒软体哦。现在不一定了啦。然后我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电脑，我可以专注在我所要做的事情。可是我看了电脑，不晓得怎么下手，因为这个电脑系统不会用。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到现在还是很年轻啊，所以那个时候更年轻啊。我觉得要学一台电脑的系统，重新去使用，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猜猜看，我在那当中挣扎了多久？所谓的挣扎，就是没有一个作业系统用得好。所谓的挣扎，就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怎么办。所谓的挣扎，就是没有办法打出一个文件，自己用又给别人用。这样的情况，一共挣扎了多久？有看吗？3个月，有没有比3个月多的？1年有没有比1年多的2年？3年，我一共在那边挣扎了3年。挣扎到3年的时候，我想要把电脑换回去，因为第一个，使用 Microsoft 电脑的电脑通常都比较便宜，还有用了 Mac 的电脑，所有的东西周边全部都是他自己的，所以价格都非常的贵。然后我那时候是一台大的电脑啊，那个电脑的那个那时候都还有光碟机，它的光碟机是直立式吸入式的。然后好死不死，那时候刚好在电脑面前去教了我3个小孩，其中的1个小孩告诉他你要存，爸爸这个当工啊，好哩。请你学着存钱，所以他就学着把那个铜板把它放到那个当工啊来对。结果一直到有一天我要用电脑的时候，我那个光碟机旁边，如果我们知道的话，电脑的那个光碟机是在旁边直立式的，然后我要放光碟进去的时候，怎么放都放不进去。我想说奇怪，我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一片光碟卡在里面了？所以我就把电脑拿去修。想说，我怎么会放了2片光碟，以至于它卡住？所以我就把整台电脑拿去修，然后修的时候，他就把它打开，然后打电话告诉我说：“林先生，你的光碟机里面不是有2片光碟片啊，而是光碟机里面有36块，有铜板啊。”我一直在想说，怎么会我的光碟机里面会有铜板？我后来终于去问了那一个在电脑前面我教他存钱的那一个小孩，那3个里面的其中1个，某某某，你是不是把钱存到我的电脑里面去？然后他就很高兴的笑了，爸爸你怎么知道？我以为你不会知道呢。只是把那个光碟机拆开，把36块的铜板拿出来，我花了4000块。台币。所以我后来终于知道了，如果要教小朋友存钱投硬币的话，绝对不要在 Apple 的电脑前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逻辑。以及我们在思考做事情当中的盲点，包含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想要在信仰当中能够见到上帝国，也有我们自己想要追寻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行不行得通？尼哥底母在这个中间，他来找耶稣，因为他在律法上面没有办法让他见到上帝国，
他在遵行律法上面做一个法利赛人，守了安息日，依然让他没有办法感受他能够进入上帝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来问耶稣，耶稣直接回答他：你要重生。重生不只是靠理性，也不是靠自己努力修炼，而是有神的灵使人改变。要使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必须在我们生命的根基上重新得着开始。耶稣给的另外一个答案，他除了重生以外，他给的另外一个答案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要使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我们常常会有机会，你在医院或者是军医部队里面，或者是联合国的医疗组织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像这样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从刚刚那个经节里面，摩西举蛇来的。摩西举蛇那个过程其实是有两种蛇，一个是火蛇，一个是铜蛇。那个火蛇是因为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惹怒了耶和华上帝，所以有一条蛇跑到众人的当中去咬，结果咬下去以后就红就肿，所以叫做火蛇。但是神怎么去医治它？神要以色列人做了一条铜蛇放在拐杖上面，所以就有类似像这样拐杖上面有一个蛇，然后这个已经不是摩西的铜蛇了。我们如果去以色列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象征那个摩西的那个铜蛇，跟这个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因为上帝要以色列百姓站在那个权杖下面，仰望着那个铜蛇，然后生病的、危难的就在那个地方得到医治。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来联合国组织，只要是医疗组织，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类似像这样一个权杖，然后有一只蛇，或者是类似像这个，这个有的是军医或者是那个部队里面的，或者是在医疗院所、医院的外面医疗组织，有的时候都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象征、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摩西的铜蛇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当我愿意仰望那个铜蛇的时候，是我承认了我自己过去所犯的罪，然后我想要在神给的那个权杖当中的铜蛇能够得着盼望跟得救。那是一种医治，但是更主要、更重要的是，那是一种顺服，顺服神在那个地方用上帝的管教，使人重新找到活命的路。那个象征是象征的人愿意顺服在神的管教当中，重新去得到医治。今天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不再去仰望铜蛇，我们甚至连十字架都不太看。基督新教会里面的象征已经非常少。如果你在天主教、在东正教，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在昨天礼拜六的时候也有讲到 icon， 有那个圣像、图像、圣像，甚至是天主教的十字架上不是空的，它十字架上面有什么？有耶稣，有耶稣的像。你会看到教堂里面会有很多的装饰，你会看到教堂里面有很多的像，甚至是有天使、有地狱，所以有很多基督教的艺术基本上都保存在教会里面。但是到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基督新教，因为改革中的关系，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了。不过我们留下最精华的一样东西是信耶稣。人生怎么样能够重来？人生当然没有办法重来。可是当我们愿意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从一个道德的观点，也不只是从一个信仰的观点，我们更是要信耶稣去改换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重新再一次的机会。
很多聪明人一辈子都在追寻真理，很多聪明人一辈子在追寻快乐。可是当他在所走的路当中，用他的知识，用他的能力，甚至是用所有一切能够用尽的办法，他的心依然没有办法得到那样的平安。有的时候，问题不是出在于我们的环境到底有多恶劣。当然，有人讲，以我们现在跟30年前比，现在的生活条件要比30年前好很多。可是，也有可能现在人的生活压力要比30年前的生活压力要大很多。如果是在30年前，有可能，台湾话上侪的问候是什么？吃饱未？只要吃饱，代志就解决一半。啊，你若吃无饱咧？来我请，大家来找食。所以对台湾人而言，吃饱了，事情就解决一半。啊，今天如果没得吃嘞，我们就想办法找东西吃。很多时候，我们华人常常会开会的时候，会吃饭的时候跟开会，签约的时候也要吃饭，然后交易的时候要吃饭，谈判的时候要在餐桌上，啊，和好的时候也是用餐。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来讲，那个餐桌就是一个和好的工具。所以华人的餐桌都是什么形状的？圆形。华人的餐桌是圆形，它象征一个完美，象征一个圆满，象征在餐桌上面我们能够当兄弟。西方人的餐桌长什么样子？方的或长的，然后按照顺序去排。当然，华人的餐桌虽然是圆的，它还是有高低之分。面对门口的那个位置是最大的，是大位。面对门口的那个位置是大位。啊，上细的位伫对？背对门口的那个位置是上介细。啊，若是我是主人，我坐在圆桌当中，我是主人，我坐在圆桌面对门口的那个位置。那请问第2高的位置在哪里？在我的右手边，然后我的左手边，然后我的右2，然后我的左2，然后我的右3，然后我的左3。如果是夫妻坐的话，就是两去坐，所以我是主人，主人就有夫跟妻是一起的。然后右边2个位置是那一对最重要的夫妻，然后左边那2个位置是什么？是陪客。我们都有我们的餐桌礼仪，可是我们真正在乎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能不能一同坐在那个餐桌当中，一同当弟兄。应该不是讲弟兄，应该是一同当兄弟。其中有什么差别？我们越来越困难，把我们所爱、想要的条件同时聚在一起。想想看，我们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所面对的环境，跟我们心里想要的条件越来越难。以我们大家为例，我们住在全世界最好的居住环境之一，可是我们所爱的人在哪里？有的还在台湾。我们很多人在工作跟所爱的生活条件当中没有办法一致，以至于有很多人必须外出工作，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外籍移工。这种移民的问题不是我们这里有，其实欧洲也很多。欧洲有很多不是在自己的国家工作，必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因为那个地方工资高，因为自己的家乡工作少，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或者说叫做打工。
以台湾来讲，台湾有很多外劳，现在都要改名称了，叫做外籍移工。这些人，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到他们认为能够赚更多钱的地方，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期待在各种条件不一样的地方，都能够找到最好的。我们越来越困难用外在的条件来满足我们的心。我们常常想，我们心里要的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但是这种工作很难找。我们没有办法去离我们，也许时代变了，现在离家太近了，不想要，因为想要外出去工作比较有自由。时代开始在改变。当我们看到我们外在的环境已经变到不是那么容易猛攻假霸威就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外在的环境当中这么容易去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不是让自己更骄傲。信耶稣是因为我们愿意降服在基督之下。当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让我们试着去看到上帝的生命。我们开始用转换我们的内心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外在所看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才有办法改变。人生不能重来，但是人生唯一能够重来的是我们生命的基础，重新打造我们的生命的基础，把我们看事情的态度、想法、观念，甚至是仇恨，能够移除，能够放下，能够改进，能够在那个地方重新适合我们现在，让我们能够得着快乐。要学习愿意改变，要学习拿起，也要学习放下，要学习我们要付出代价努力追求，但是也要学习找对方法。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做生命的追求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只有用讲的就可以，而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努力实践。耶稣他在世上传道的日子并不长，只有3年多。但是在这3年多，他不只是传上帝国的福音，他还做了3件事：他医病、赶鬼，然后释放在当时候被社会制度歧视的边缘人。耶稣除了医病、赶鬼，还释放了当时候被社会制度歧视的边缘人。这个边缘人包含那个卖淫的女人，要被人家定罪的女人。所以耶稣他也同时做了这3件事。他不只是要告诉人家说要信上帝，他也不是只有像我们嘴巴讲公来信亚收，甚至是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他除了去服侍这些人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看顾人的需要跟软弱。他让5000人吃饱，他让7000人吃饱。他除了要让人听见福音、听见8福，他也让人身体能够吃饱。他甚至教人家如何去面对该撒的归该撒，那个钱财。他教人如何在人的生命当中能够去重新找到一个自己的基础。在上个月有一篇文章讲到，在英国有一个38岁的，这算年轻人吗？38岁算年轻人啊，算年轻啊。这个38岁的年轻人，他因为牙齿痛了9个月，然后在英国排健保排不上，所以他自杀了。原因是因为有一根智齿
出了问题，9个月当中没有办法得到医治。英国的医疗系统我不熟，但是根据文章里面所写的，他写到说，这个年轻人他有工作，所以他不只去跟银行借了钱，他意思就是他想要去借钱，然后去加班预付工资，好能够去私人的牙医诊所能够先行处理，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太贵了，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去看医生。我想我们跟他比最大的差别就是因为我们有名签。我想有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人生追求快乐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想要改变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观念，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人生想要重来一次，主耶稣也看到我们在肉体上的需要，他不只是看顾心灵，他也看顾肉体，他同时让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新得到解放。问题在于，我们愿意以耶稣为我们的牧者，让他来管教我们，好让我们不至于缺乏。我想这就是人生能不能重来一个最大的症结。看到那38岁的年轻人，因为牙齿痛、智齿没有办法处理，而最后自杀。他的妈妈说：“如果早一点告诉我，至少我借钱给他。”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已经离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追求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在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迷失了我们的方向。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环境的关系，而是因为内在生命基础的不够。很多时候，我们只看顾自己内在，但是我们又睁眼不看我们外在环境的改变。人生要重来不可能，但是人生要寻求快乐，要同时在我们的外在跟内在都同时得到改进跟改变。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只是信上帝得永生，让我们更在我们所行出来的行为当中，能够去看到我们不一样的环境。上帝依然给我们那样的权柄、能力去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一起来祷告。听我的天父上帝，我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摆咧我的祈祷。当阮看见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耶稣怎样才会当进入上帝国？主耶稣予伊的回答，爱定头心。主耶稣予伊的回答，爱定心仰望上帝。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不只是通对你来行，来改变阮的心。也赏赐阮的勇气来改变阮的环境。主，阮想要来敲找，互阮欢喜快乐的所在，总是互阮通伫阮心内，以及阮外在的环境，拢得到改进。主，你不只是赦免阮的罪，你嘛医治阮，替阮赶鬼，甚至是互变碎的摆开会行路。主，阮就恳求你，伫早前你所赏赐即种大能的气力，也临到伫现在生活复杂的阮，互阮众人无论是伫工作的，也是退休的，互阮无论是伫家庭内，也是伫阮外口甲厝边朋友的交陪，主拢互阮通有新的想法、新的意志，拢互阮开阔阮的心，互你的心甲阮相合伫地。主，愿阮伫你面前的祈祷，通真做你所欢喜的者。愿往你献上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